好多人為咗健康，為咗通血管，去親超市都淨係識得衝去買合桃、開心果或者杏仁。係堅果確實係好嘢，但你又有冇發覺呢啲堅果越買越貴？買2包優質少少嘅合桃、開心果，轉頭100幾十蚊就咁冇咗，仲要一唔小心食多咗2大兜，油脂超標之餘，喉嚨仲即刻痛晒，成個人熱氣到爆。其實行入我哋香港人天天都去嘅百佳、惠康或者2大日資超市，根本唔使花呢啲冤枉錢。喺啲好普通，甚至平時你行過望都唔望一眼嘅貨架角落頭，其實低調淡，隱藏住5大平民救命恩物。呢幾樣嘢論功效，通血管、降三高、抗發炎，完全唔輸俾名貴補品。論價錢，可能只係10零20蚊港紙就有交易。只要你食啱咗方法，一年到晚真係幫你慳返大筆睇醫生同買藥食嘅醫藥費。先講第一樣，平時大家聽得最多，可能喺啲台灣健康節目中成日聽到嘅 Omega-3脂肪酸。大家都知呢種強效嘅不飽和脂肪酸可以幫我哋嘅血管清理垃圾，降低壞膽固醇，兼夾抗發炎。好多人一諗就諗起去買好貴嘅挪威深海三文魚，或者去萬寧、屈臣氏買幾百蚊一樽嘅深海魚油丸。其實就喺超市擺放罐頭嘅嗰一格，有樣嘢叫沙甸魚，你冇聽錯，就係10幾20蚊一罐，甚至有時超市特價10蚊有找嘅茄汁或者鹽水沙甸魚罐頭。好多人覺得罐頭食品一定好唔健康，呢個真係天大嘅誤會。沙甸魚係一種好細隻嘅深海魚，因為佢喺食物鏈嘅底層，所以佢生命週期好短，體內累積嘅重金屬好似水銀彈，比起三文魚、吞拿魚呢啲大型深海魚，簡直係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話係安全得多。最震撼嘅係，原來一罐普通沙甸魚所含嘅 Omega-3脂肪酸，甚至仲要高過好多貴價三文魚。點解佢可以幫你通血管同降三高？當我哋食咗沙甸魚之後，裏面嘅 Omega-3會喺我哋身體入面轉化成一種類似天然消炎藥嘅物質，醫學上叫做消退素。呢種物質可以直接叫停你身體裏面因為都市人捱夜、壓力大、食煎炸嘢而引起嘅慢性發炎。好多40幾、50幾歲嘅中年朋友，成日覺得個人好攰，去身體檢查又發現三高指標開始超標。其實罪魁禍首就係你嘅血管裏面天天都在慢性發炎。血管一旦發炎就會變得粗糙，啲壞膽固醇就會好容易黏喺血管壁上面，久而久之就形成血管硬化或者阻塞。而沙甸魚裏面嘅油脂就可以幫你將呢啲硬化發炎嘅血管降火，等佢回復彈性，就好似同你嘅血管沖涼啖咁樣。點樣食先最健康呢？香港人最中意用茄汁沙甸魚嚟煮公仔麵或者夾麵包，雖然好惹味，但如果你想將佢嘅健康功效發揮到極致，去超市買嗰陣，記住要望一望個標籤，最好揀鹽水浸或者橄欖油浸。如果買到橄欖油浸嘅就最完美，因為橄欖油本身都係對心血管極好嘅單不飽和脂肪。煮嗰陣千萬唔好攞去大火油炸，因為高溫會徹底破壞晒裏面最珍貴嘅 Omega-3脂肪酸。你只需要簡單啖切少少生蔥、洋蔥或者加幾片番茄，放落鑊度，用最慢嘅細火輕輕將佢熱一熱，甚至直接撈沙律食就已經係一餐極之高質，成本唔使20蚊嘅通血管防中風大餐。跟住要介紹嘅第二樣，超市隱藏實物。近年喺減肥界同養生界都好出名，但好多普通阿叔阿嬸去到超市都會直過佢，就係奇亞籽。好多人覺得呢啲新興嘅超級食物一定好貴，又或者要去啲名牌健康食品專門店先買到。其實依家大型超市嘅烘焙或者健康食品部一大包都係賣30幾、40幾蚊，而且由於佢每一次食嘅份量極少，一包夠你食足2-3個月。奇亞籽最犀利嘅地方在於佢係一個膳食纖維同 Omega-3嘅超級炸彈。我哋講降三高，最難搞嘅一高就係高血糖。香港人食飯餐餐都有精製澱粉質、白飯、麵包、點心，呢啲嘢一落肚，血糖就好似坐過山車啖，升得好急。當你嘅血糖天天都淡量暴升暴跌，你體內嘅胰島素就會開始失效，慢慢就會演變成2型糖尿病。呢個時候，奇亞籽就可以充當你身體裏面嘅血糖穩流器。
當你將1小時奇亞籽放落水或者全脂奶、豆漿度浸大概15至20分鐘之後，你會發現呢啲細細粒嘅種子表面會包住一層厚厚好似啫喱啖樣嘅黏液。呢層黏液其實係高濃度嘅水溶性膳食纖維。當呢啲膳食纖維入到你嘅胃同腸道之後，佢會好似形成咗一層天然嘅保護膜或者一個慢釋網，將你當天食落肚嘅其他食物糖分包裹住，大大減慢身體吸收糖分嘅速度。換句話講，如果你喺食飯前或者早餐嘅時候飲一杯奇亞籽水，你當天食飯之後嘅血糖上升速度就會變得好平緩，血糖唔暴升，血管就唔會受到高血糖嘅破壞，連帶你嘅體重管理，肚腩都會慢慢縮細。而且呢啲高纖維種子入到腸道，簡直就係你腸道裏面益生菌嘅最高級食糧。長遠嚟講，腸道健康咗，成個人嘅免疫力會好咗，慢性發炎嘅情況自然會消失。不過奇亞籽雖然好，但有2個食法上嘅致命傷。好多人一做錯就適得其反。第一個錯就係乾吞，有啲人貪方便，直接將1匙羹奇亞籽倒落口，然後先夾硬飲一啖水吞落去。呢個做法非常之危險，因為奇亞籽嘅吸水能力高達佢自身重量嘅12倍。如果佢未喺杯度吸飽水，一落到你嘅食道、胃部，佢就會瘋狂吸走你身體入面嘅水分，甚至可能喺食道膨脹塞住，引起窒息或者嚴重便秘。第二個錯就係飲水唔夠，食咗奇亞籽之後，嗰一整天一定要飲多1-2杯水，等佢可以喺腸道順暢淡蠕動。如果唔係，原本用嚟通便降糖嘅好嘢，反而會變成一嚿硬邦邦嘅塞腸石頭。第3樣一物可以話係奇亞籽嘅親生兄弟，功效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價錢更加平民，就係亞麻籽粉。喺超市，好多人會見到有成粒嘅亞麻籽，亦有已經磨好咗嘅亞麻籽粉。記住，一定要買亞麻籽粉，或者買成粒返屋企自己用攪碎機磨碎。點解？因為亞麻籽嘅外殼非常之硬，如果你直接整粒食落肚，你嘅胃酸係完全冇辦法消化佢嘅，最後你點樣食入去，佢就會原封不動氮排反出嚟，營養成分你1毫子都吸收到。點解亞麻籽粉可以稱為救命恩物？因為佢除咗一樣有高濃度嘅植物性 Omega-3 之外，佢仲含有全地球植物界中最高分量嘅一種物質，叫做木酚素。木酚素係一種好強大嘅植物雌激素同抗氧化劑。對於50幾歲開始步入更年期嘅女士，或者60幾歲開始擔心前列腺健康嘅男士嚟講，亞麻籽粉簡直係天然嘅荷爾蒙平衡器。更加重要嘅係，亞麻籽粉通血管同埋降血壓嘅能力，喺多項醫學臨床研究裏面都得到證實。有研究顯示，有高血壓嘅老人家每天只要食大概30克嘅亞麻籽粉，連續食咗半年之後，佢哋嘅收縮壓同舒張壓都有好明顯嘅下降。呢個降血壓嘅幅度，甚至可以媲美某啲一線嘅降血壓藥物。試諗下，好多老人家一到咗60幾、70幾歲，天天都要食一大把銀色、白色嘅血壓藥。呢啲藥物多多少少都會有副作用，好似頭暈、水腫、腳腫啖。如果你能夠喺30幾或者40幾歲嘅時候就開始建立每天食1匙羹亞麻籽粉嘅習慣，你可能到咗60幾歲，血管依然好似後生仔啖，充滿彈性，血壓平穩，根本就唔需要行到要天天食藥嘅那一步。食亞麻籽粉最方便嘅方法就係每天食早餐嘅時候，將1至2茶匙嘅粉直接灑落你碗燕麥粥，或者撈落乳酪度食。佢帶有一種淡淡嘅堅果香氣，完全唔會怪味。不過要注意，亞麻籽粉裏面嘅植物油分非常容易氧化，所以一買返屋企開封之後，千祈唔好隨便就咁擺喺廚房嘅櫥櫃度。香港嘅天氣咁潮濕炎熱，好快就會變質，有陣油瘡味。正確做法係一定要用密封袋或者玻璃樽封好，然後放落雪櫃嘅冰格或者冷藏格。而且每次唔好買太大包，最好喺1-2個月之內食晒，啖樣先可以確保每一啖食落肚嘅都係最鮮活、無氧化嘅抗發炎營養。第4樣要隆重介紹嘅係擺喺超市調味料、香料貨架上面，非常之唔起眼。一小樽可能只係賣10幾20蚊港紙嘅黃色粉末薑黃粉，
大家千祈唔好將薑黃同我哋平時炒菜、煲雞湯用嘅生薑混淆。生薑主要係散寒止嘔，而薑黃最核心嘅寶藏係裏面一種叫做薑黃素嘅活性成分。如果依家你去醫學文獻網站搜尋薑黃素，你會發現有成千上萬篇研究，全部都在讚嘆佢嘅超強抗發炎同埋抗衰老能力。我哋依家成日講現代人有好多文明病，好似關節炎、脂肪肝，甚至是認知障礙症，即係老人痴呆。呢啲疾病嘅根源其實都係身體嘅慢性發炎。薑黃素喺細胞層面就係一個好勁嘅消炎大隊長，佢可以阻斷身體發炎信號嘅傳遞，功能好似某啲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但佢係100%純天然無副作用嘅。好多行路膝頭哥吱吱作響，50幾歲就開始有關節痛嘅退化性關節炎患者，天天飽受痛楚折磨。有醫學實驗做過對比，發現每天服用一定劑量薑黃素嘅人，佢哋關節痛楚減輕嘅程度，同食西藥止痛藥居然係不相上下。但薑黃素完全唔傷胃，亦唔會加重肝臟同腎臟嘅負擔。除咗關節，薑黃素對保護大腦血管、預防阿茲海默症都有好大幫助。點解印度人患老人痴呆症嘅比例比西方國家低咁多？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佢哋餐餐都食咖喱，而咖喱裏面最核心嘅黃色成分就係薑黃。薑黃素可以穿透大腦嘅血腦屏障，幫大腦清理那些會導致神經退化嘅斑塊，等大腦神經細胞免受自由基嘅破壞。不過薑黃粉雖好，但佢有一個極大嘅缺點，就係人體吸收率極低。如果你就咁將薑黃粉沖熱水飲，我可以話你知，90%以上嘅薑黃素都無法被你嘅腸道吸收，最後直接隨糞便排出體外，白白浪費。想解鎖薑黃粉嘅真正威力，你一定要記住2個黃金拍檔：油脂同埋黑胡椒。薑黃素係一種脂溶性嘅物質，意思係佢一定要有油脂嘅陪伴，身體先至可以溶解同吸收佢。第二，更奇妙嘅係黑胡椒。黑胡椒裏面有一種成分叫做胡椒鹼，科學家發現只要喺薑黃粉裏面加入極少份量，可能只係1小撮嘅黑胡椒粉，黑胡椒鹼就可以將薑黃素喺人體裏面嘅吸收率瘋狂提升到2000%，即係足足20倍。所以最聰明、最平民嘅食法就係喺你平時炒菜、蒸雞，甚至煮湯嘅時候，落完鹽之後，順手撒1茶匙薑黃粉同埋少少黑胡椒粉。因為炒菜蒸雞本身有油，再加埋黑胡椒，呢個完美抗鹽鐵三角就成型咗。又或者你可以做一杯依家喺歐美非常流行嘅黃金牛奶，用1熱杯全脂奶或者植物奶，加1茶匙薑黃粉、少少黑胡椒同埋半茶匙蜂蜜。喺冬天或者晚上的時候飲一杯，不但成個人暖粒粒，仲可以喺你瞓覺嘅時候幫你全身上下嘅血管、關節做一次全面嘅消炎大掃除。最後第5樣係擺喺超市蔬菜冷藏格或者乾貨豆腐嗰一區，常常被香港人當作下路配菜嘅黑木耳。喺廣東人嘅家庭料理裏面，黑木耳通常只係用來蒸雞、炒肉片或者煮酸辣湯嘅時候切幾條絲。但如果你去睇中醫或者現代嘅營養學分析，黑木耳喺通血管呢一方面嘅名堂簡直係響當當，甚至被譽為食品界嘅阿士匹靈或者血管嘅清道夫。隨住年紀大，好多人特別係60幾、70幾歲嘅長者，最驚嘅就係心梗或者腦中風。中風或者心梗嘅形成，往往係因為血管裏面出現咗血栓，即係凝固咗嘅血塊，塞住咗條微血管。而黑木耳裏面有一種好獨特嘅成分，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嘅作用。簡單嚟講，佢可以令你嘅血液變得唔好咁黏稠，流動得更加順暢，從源頭上面減少血栓形成嘅機會。呢個功效同西醫開俾心臟病患者食嘅薄血藥或者低劑量阿士匹靈有異曲同工之妙。除咗通血管，黑木耳裏面嘅多糖體仲有極之強大嘅降血脂同埋降膽固醇功能。黑木耳含有大量嘅水溶性纖維，佢可以喺腸道裏面黏附住多餘嘅膽固醇同油脂，然後直接帶出體外，阻止佢哋進入你嘅血液循環。好多人天天食大魚大肉，
一晚飲茶食飯，壞膽固醇即刻超標。如果你嗰餐飯裏面有一道黑木耳，佢就可以幫你做到即時攔截嘅作用。而且黑木耳嘅膳食纖維含量喺所有菇菌類裏面可以話係名列前茅喎。佢可以促進腸道蠕動，幫你清走腸道垃圾。好多老人家有頑固性便秘，天天都要好用力先至排到便。呢個情況對高血壓患者來講非常之危險，因為一用力，血壓暴升，隨時會引發血管爆裂。黑木耳就可以潤滑腸道，等排便變得輕鬆自如，間接救咗好多高血壓患者一命。不過食黑木耳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甚至關乎人命嘅安全守則。呢個大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喺新聞度見到，因為大家買黑木耳好多時都係買乾貨，食之前需要用水浸發。記住，黑木耳浸發嘅時間千萬唔好超過4個鐘頭。如果黑木耳喺室溫嘅水入面浸得太耐，特別係夏天20幾度、30幾度嘅時候，水裏面會非常容易滋生一種叫做椰毒假單胞菌嘅細菌。呢種細菌會產生一種極之恐怖嘅毒素，叫做米酵菌酸。呢種毒素係無色無味，而且非常之耐熱，就算你之後用滾水煮足1個鐘頭，都係破壞唔到佢嘅。人一旦食咗含有米酵菌酸嘅浸發木耳，會引發急性肝腎功能衰竭，甚至死亡率高達50%以上。所以浸木耳最安全嘅方法係食之前用溫水浸1至2個鐘頭，一軟化咗洗乾淨就即刻落鑊煮。如果真係需要提前1晚浸，就必須要放落雪櫃嘅冷藏格入面浸，利用低溫嚟抑制細菌滋生。煮法方面，黑木耳可以話係百搭，爽脆嘅口感亦好好。你可以簡單用蒜蓉、少少豉油同麻油做一個涼拌黑木耳，又或者喺平時宰許嘅時候加一大把木耳片一齊炒。天天食少少，你嘅血管就會天天都保持乾乾淨淨。講到呢度，大家可以回想下上面提到嘅5樣嘢：沙甸魚、奇亞籽、亞麻籽粉、薑黃粉同埋黑木耳。呢5樣嘢有邊一樣係你喺屋企附近嘅惠康百佳買唔到嘅？全部都有，而且全部都係幾十蚊甚至10幾蚊就有交易嘅平民嘢。我哋現代人追求健康，往往有一個盲點，覺得越貴嘅嘢就越好。一聽到人哋講話某某健康食品好，幾百蚊甚至上千蚊一盒嘅保健品，直銷營養粉，眨都唔眨眼就買返屋企。但好多時呢啲高價保健品裏面嘅核心成分，可能就係提煉自呢啲最普通嘅天然植物或者深海魚。與其花大筆錢去買呢啲精製過、加咗好多防腐劑或者化學添加劑嘅膠囊丸仔，點解我哋唔直接返歸真，去超市用最划算嘅平民價錢買呢啲最天然、無加工嘅原態食物呢？你想想，人到咗40幾、50幾歲，身體嘅新陳代謝開始減慢，幾十年累積落嚟嘅飲食、壞習慣、生活壓力，全部都會變成三高、血管阻塞、全身關節發炎呢啲慢性疾病爆發出嚟。如果你依家唔去重視，等到真係要天天食藥，每3個月要去醫院複診抽血，甚至有一日不幸中風要入醫院做手術嘅時候，那大筆醫療費、複診費，仲有失去工作能力嘅損失，簡直係一個無底深潭，甚至會拖垮成個家庭。真正嘅養生，從來都唔係有錢人嘅專利。呢5大平民救命恩物，只要你由今日開始行超市嘅時候，順手買返屋企，融入你餐餐嘅飲食裏面。早餐食燕麥粥嘅時候，加一匙亞麻籽粉同奇亞籽；中午或者夜晚炒菜嘅時候，落一茶匙薑黃粉同黑胡椒。1星期食1至2次鹽水沙甸魚，炒菜煮湯嘅時候加把安全浸發嘅黑木耳。只要你持之以恆，食啱咗方法，可能過咗半年、1年之後，你再去診所做身體檢查，醫生都會好驚訝地問你：點解你嘅血壓咁平穩？點解你嘅壞膽固醇降咗咁多？點解你體內嘅發炎指標好似後生仔啖健康？到嗰陣時，你就可以好自豪地同自己講，你用最慳錢、最聰明嘅方法，幫自己賺回咗最寶貴嘅健康，仲幫荷包慳返咗未來可能要俾嘅幾十萬醫藥費。健康其實好簡單，只要識得揀。超市貨架上到處都係寶藏。由今日開始，好好食飯，好好愛護自己嘅血管同身體啦。